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整素嘅餃子，材料有餃子皮啦、紅蘿蔔絲、菠菜、菇同埋木耳絲，仲有素肉，然後有蛋白，仲有蛋黃，然後將所有嘅材料倒埋一齊。咁個碗似乎有啲細，好似唔係好夠裝，不過唔緊要啦。因為我媽咪唔知木耳絲嘅份量要幾多，所以就準備少少，然後就繼續倒埋一齊啦。然後就將所有嘅材料撈埋一齊。然後我哋就落蛋黃啦，落蛋黃呢係為咗可以令啲餡料黐埋一齊，咁樣煮同埋包嘅時候都冇咁容易可以散開啦。咁我哋就已經撈勻咗啦，攞出適量嘅餡料擺落餃子皮上面，一定要保持餡料喺正中間，如果唔係煮嘅時候呢，可能會漏出嚟㗎。然後就用蛋白搽喺餃子皮嘅四方，一定要搽多啲，咁樣可以黐得實啲。用蛋白代替用水嘅好處就係蛋白黏性比較強，所以可以黐得實啲，煮嘅時候就冇咁容易會散開。然後就將餃子皮對接啦，接成一個三角形，然後黐實佢。同樣要保持個餡料喺中間，如果唔係可能煮嘅時候會漏咗出嚟。然後就用蛋液搽最上面嗰隻角，將其餘嗰隔離兩隻角接上去，咁樣黐實佢，咁樣就得到一個三角形餃子嘅接法。最終接完就係咁啦，然後就擺落個碗度啦。餃子已經整好啦，呢盤係我媽咪整嘅，然後另外一盤係我整嘅，大家睇唔睇得出有咩分別呢？然後呢，就用滾水煮啦，大家可以落菇粉調味噶，煮完就係咁噶啦，全部都冇爆開啊！我竟然食到木耳絲，我真係太幸運啦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訂閱我哋頻道。